花莲发生大地震，这下交通大乱，不管是上北还是要落南，民众拢爱哭一大连。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讲，政府会赶紧增加飞行机帮和船帮，嘛答应讲会先抢修甲铁基路、火车先抢通，代替高雄往回台东的新竹江号，伫昨昏就先开放客票，要增加运输量。对向落南的车流是平常时的几倍，受到地震的影响，台九线伫花莲甲宜兰有几个路段放弃，路袂通。地主原底要上北的民众，干来当伫台东关山西环头，改往屏东甲高雄的方向去。平常没有那么多，因为车子不能过了嘛，我全部往高雄了。花莲要上北的路袂通，沙石车、清明回乡的民众等等，都拢爱踅远路。有货车的司机为宜兰送回去花莲了后，拄到地震，即马伊就爱落南踅一轮，才有法度转去到北部。增加十几个小时吧，11、2个小时吧。上北的路拢袂通，花莲的交通是真无利便。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呼吁中央，都要紧急增加飞行机的基座。我们看到至少有4、5个地点，摊下来的路段都非常的长，不止桥段，而且那个石头是埋掉整个路段，甚至连路都看不到了。这次的地震在早上发生来的突然，那班机的一个加班数量可能会很有限。除了增加飞行机的基座，海运的部分下晡3点开始开放民众登记台北快轮，因为紧急加开的船帮，干来当甲汽车为宜兰所后再去花莲，民众都要家己搭火车，这嘛有民众感觉真无利便。问题是火车有开，现在好像没开啊。空运甲海运拢投入资源，不过也是有班次无够等等的问题。下晡伫代替高雄火车头，有一个家长伊的囡仔伫花莲读册，伊真着急去火车头问看敢有代替交通。本来学校都已经订好了，结果现在一切都没有办法回来，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学校，我们做家长的很担心。为了赶紧疏运，代替宣布，车衫往回高雄到台东，新竹江号EMU3轻型全部开放客票，而且按算车时早起，凤林往花莲这段会修理好势，到时就当为高雄搭火车去花莲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